这波寒流有影是冷死是，那是台北市阳明山国小决定这2天要休假温假，桃园复兴区的三公国小甲高二国小的幼儿园，这2天课后辅导嘛是同款停课。另外，伫新德县的新光、秀峦，也佮有玉峰甲石蕊4间国小，今仔日嘛是同款停课1天。伫上北市嘛启动关怀机制。 为台北市长蒋万手内照顾寒物资，有寒流台北市政府消费局支持迎向结婚，开避寒所，也针对独居老大人、弱势族群启动结婚关怀服务。蒋万安去顺市准备，若结婚假标准是毋是定伫6度，或者是落4度停班停课？蒋万安表示无一定，讲到台北市8年前放结婚假是考虑即些影响通勤。 我想这个是很专业，需要综合的评估跟判断。好，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。好，我们也会请教育局做一个重点的评估。那我们先就目前的机制来运行。新北市政府也启动关怀机制，市长侯友宜亲身关怀独居老大人，发保暖物资，也提醒老大人爱注意头甲脚的保暖。那至于我们装了红外线的一个移动感应器，如果长时间没有移动， 那红外线就会发出信号，那保全人员也会到现场来看。因应寒流，台北市阳明山国小决定2、3、2、4停课2天，加速台北市第一间宣布放假温假的学校，也有通知复兴区三公国小、高二国小幼儿课后留园也停课2天。来自山区的孩子，我们担心他出入的安全。 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做这样子预防会有下雪这个情形，然后他的人身安全还有交通安全，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。桃园市政府教育局表示，复兴区国校温度试验机暗过拢有冷暖气机寒流来时阵应开暖气，也提醒学校办理校外课辅或者是应对活动，爱评估结婚对学生的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